海特别要理问答第23主日的问答58，这个问题58，安尼问：你对永活这个信条得到什么种的安慰？回答讲：既然讲我即马已经初步来试到永远快乐的经验，对这世了后，我要得到永远的福气。这是我目睭未捌看见的，耳孔毋捌听见的，我的心也毋捌想过的福气。要伫内底，要来永远学了上帝。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求你赏赐阮圣神，来带阮入伫真理，带领阮下暝的时间。愿安尼祈祷，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姐平安，我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迄个我信永远的话名。咱人吼，咱有一句人讲哦，人无百年寿，常怀千寿忧。讲人都活无100岁，啊，定烦恼1000年的代志。人是足侪烦恼的，吼！台湾人讲哦，咱的烦恼哦，上高烦恼是做人的新妇啦，对不对？做人的新妇就知道理，早早去困，就爱晚晚起，是不是安尼？唔对，是晚晚去困，就爱早早起。啊，早早起要创啥？爱上大厅、七倒椅、落灶骹、洗碗池，啊入绣房做针子。安尼做了，阁袂使呢？爱阁啥呢？该学老兄。学了弟，学了亲家亲嘛，搞家事，啊，搁啥？搁学咧大家大官好家事，吼，咱安尼，都毋是爱会晓做代志，搁会晓做人，所以这重足重的，对不对？啊，若好做搁唱啥？讲做人的新妇都知道理，对不对？搁也要烦恼啥？天未光，也要烦恼鸭无卵，也要烦恼小鸡要带无蚊床，啊，也要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吼，烦恼甲其实咧，咱人上大烦恼吼，就是死亡啦。这死亡拢袂使讲定的，你敢知？你袂使，但你老爸讲，爸，你当时要死，吼，你要讲是讲你爱我死哦，对不对？我袂使讲定的，爱讲啥呢？爸爸，你万一若有你若是100岁年老，所以对死是足惊吓，唔敢讲。啊，但是这个基督教吼。拢无紧无气，要食饱字，无紧气，安怎讲诶？基督教认为死毋是一种诶事实，毋是，是一种诶过程，要进入永远诶画面。因为吼，咱谁较会遮惊遐死呢？因为咱人生内底吼，拢总无确定。你今仔要出国要对，拢无确定，对不对？你囡仔大起来要做啥物代志，拢无确定。但是唯一上确定的就是咱将来拢会死，是不是安尼？啊，人生有足侪经验的，咱拢捌经验过，但是独毋捌经验过就是死啦。因为死的人无搁活开嘛，对不对？啊，活的人无死嘛，啊，所以死吼，咱伫边仔定定看到亲情朋友是大人的死，但是咱家己毋捌死，是不是安尼？啊，若毋捌死咧，咱上生分的物件上惊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恁查囝若要嫁你，讲哎呦，这嫁迄毋来嫌啊好袂？你是毋是会操烦？是不是安尼？啊，敢若嫁翁了就惊，啊，若要你啊，但是咧，这死哦，咱上生分咧。啊，咱搁惊讲啊，死了后啊，是毋是会审判？啊，死了后会安怎？哦，啊，咱台湾的民间哦，咱讲迄18地狱啦，吼，啥物过奈何桥啦，叫啥物过孟婆亭啦，啊，什么，我讲甲逐个惊吓到要死，是毋是安尼？好，啊，所以大家会惊，啊，都有人都用迄个什么观落阴啦，吼，啊，看安尼安怎，啊，无爱烧金纸啦，烧苦银啦，互伊看伫遐会较好过袂啦。这拢是人想出来，人想出来。但是咧，圣经内底教示，圣经是上帝对咱所讲的话，咱爱知影呢，人想出来，甲实际有差别无？有差别。上帝讲的话，较是真理；
上帝真理是有依有据，有依有据，有凭有据的。讲咱死唔是永远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世间人来死，所以咧，伊替咱死，咱唔免搁再永远死，因为耶稣唔但是替咱死呢，搁对死人中搁活，搁上天到天父的大屏，坐伫个大屏，正手屏对了。伊意思讲，耶稣对死人中搁活，这叫做初识的果子啦。伊讲耶稣就是一个种子种落，咱即马即世人呢，咱若死了后咧，若信耶稣的人吼，咱是啥？是种落啦。台湾人有咧讲啊，讲恁爸迄对，我咧问阮一个厝边啊，恁爸，阮爸讲去种啊，阮爸都未饲我来讲去种，讲去种，捌听过这话无？讲啥讲去大，讲讲去种啊。若台湾人讲这讲去种吼，这足合圣经的呢。安怎讲的？台湾人无伊安尼讲出来。因为这个人若信耶稣的人死，其实是种落。种落的时阵，请问你豆若种落，豆会休烂未？会啦，但是会不出啥？不出新意。新意了转不出来，所以一个你敢知影吼？哪迄个迄位经济安尼细甲粒啊尔，种落哇变做大人树啊！所以咱信耶稣的人，死亡事实。唔是永远的，唔是永远的，是经过死亡的河，这个河流，咱去行到迄边的海岸，到迄边的海中的中间，圣经讲咱有永远的活命。后来，咱今日喺这个姚立文讲啥？讲这个永远的命，这个永远的活命吼，即时咱得啥？得初步来试掉啦。请问，我有一个朋友吼，迄是一个外国的牧师啦。伊讲恁台湾人咧请人客哦，有够过分的。我是安怎讲？你讲恁咧请人客足澎湃，结果我去互恁互人请10几摆，人迄宴席请10几摆拢食掉啥？你准食个果子尔？讲你是哪个食个果子尔？伊讲6点半要入席啦，写一个准时入席，我6点半去啦，等到7点半拢食果子尔。果子佫咸笃笃吼，佫顶壳壳，食了我都我食到喙嘴安尼，我都转去啦。我叫是6点半，7点半，我无啦，8点开倒啦。台湾人甲6点半咧食饭，8点开倒的。伊逐遍拢啉着汽水，甲这尔。请问个是毋是这个食食无澎湃？请问果子是毋是迄样的主菜？果子佫糖仔饼是毋是迄个主？毋是啦，迄是互你暂时试一下尔啦，对不对？背后迄落所以咱知影，咱即摆的菜色，伫迄个外口咧食倒吼，有一种叫做开胃菜，捌听过吼？开胃菜毋是讲叫你食迄尔啦，有人讲像阮小弟讲，阮第一摆食西餐讲，哎哟，会遐粗残啊，用刀用叉，哎哟，要人斩要人抬啦。伊讲也是讲这个鸡仔肉3块现要用，伊讲讲啥呢？伊讲迄用刀用叉已经足粗残了，佮出来迄时哦，叫我先食一碗3碗2碗全8分的，你听有无？咖啡啦，苦地地啦，哎哟，那像个药啊，那像个汉烈个药头啊，2碗全8分的啊，我咧倒了，苦啊！伊转厝里都毋食啦。讲西餐哪有好食咧？先叫我啉啥？啉了2碗全8分的。咱这捌听过吼？较早的人拢用迄落，较早人咧抓药啊，无2碗全8分。伊就是讲，伊毋知讲西餐后壁佫有牛排，佫有什么还毋知，就食着这个咖啡啊，我较2碗全8分的，苦地地啊，夭寿骨啦，佫害我来食这。西餐就食一碗做人讲。好来，但是圣经讲咱吼，毋是安尼啦，讲咱先啥初步来试着永远活命的滋味啦。这滋味就讲，你若信耶稣的时候，你甲这个永远活命的意思，人的活的意思啥？活就想咱人会做伙交陪啦，会谈散啦，会开讲啦，会分享啦。我有物件好物件，含你分一下，你互我分一下吼。逐个
咱知影，咱若是做伙煮餐，坐一家带一项菜尔。虽然你带无多，但是合起足澎湃，是毋是安尼？足好诶。所以人甲上帝有好诶交陪，甲人诶中间也有好诶交陪，这就是永远诶活命。咱伫遮唱歌阿乐上帝，足欢喜诶。这种咯，这叫做初步得到永远活命诶滋味，安尼尔啦，了解吼？那亲像讲，一对较早人有迄个指腹为婚嘛，咱即嘛无啊啦吼。指腹为婚就讲哎呀，恁太太有心啊，阮太太嘛有心啊，无吼，若是将来若是一男一女诶话吼，咱以后就指腹为婚，对不对？因做囡仔时就踮遐佚佗，叫做青梅竹马，是毋是安尼？佮较大汉诶时就变做啥？变做西洞瓦贴，对不对？做伙朋友。到尾咧，到迄个较大汉诶时吼，要谈恋爱时，煞两个会歹势，两个拢互相袂歹势。到尾结婚诶时阵呢，虽然双人拢互相爱慕相疼，佮结缘，但是到结婚诶时阵，哇，这面色就显开了，是因较是真正结做翁某。即马就咱啥？咱即马诶生活就是暂时拿上帝食果子，拿上帝啉汽水，也是拿上帝迄落安尼青梅竹马呢。但到天顶去的是，迄个永远诶活命是非常诶水。后来咱来讲到天顶，天顶诶永远诶活命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咱人伫即个世间，拢有艰苦病痛，是毋是安尼？人愈来愈操劳。我特别人咧照起来是讲，我这个开是我，我的心阁真少年啊！那安尼，我发现我安尼愈来头毛愈来愈黏呢，愈来愈黏愈白，这上帝来我黏的。我特别看到我白头毛，阁袂歹呢。这是叫做啥？圣经讲啥？讲白头毛是老人的阳光啊！我结果我30几岁就白头毛啊！白到够多呢。我去迄落寿山国中带阮查囝去找的时，阮班上的因查囝讲陈宣信，恁阿公来找你啊！我毋是因阿公，我袂先讲，我是因爸啦。头毛都白了，对不对？这人头毛会白，对不对？血也袂悬，肉酸会悬，什么足侪艰苦结果，迄毋是安尼尔呢？身体的败坏，甲精神的歹，是毋是安尼？若食老的时候，见讲拢讲过去，讲了睡袂记哩，坐咧就下去，倒咧佫困袂去，哇！你是毋是？就规个人安尼车半扁，半暝就爬开啊，对不对？都烦恼东烦恼西，这个到天顶去的时阵，上帝要自从咱的身躯换新，变做一个完全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无搁再有目屎，无搁再有病痛，无搁再有艰苦罪过，拢总无。甚至换新，毋是换身躯的新而已呢。搁咱换咱内面的心，变做咱的心啦，变做一个圣洁、清气、阳光的心，充满有疼心、有慈悲心的心。咱即马的人吼，心真歹，是毋是安尼？若食老，是毋是心愈来愈好？说书咱若永远的活命吼，是即马即个活命吼，到时安尼种永远活咧，安尼爱得。人的心愈来愈恶，对不对？愈来愈鬼刻，愈来愈了解。毋是圣经，但咱教是讲，要咱换一个新的心。迄当时咱大家拢真欢喜心，看了咱袂当骗想，也袂当怨妒，咱大家拢会欣赏人，会祝福人。哇，大家拢是真好。这是圣经第一个咱讲的意思。第二项讲，伊咱大的所在，迄个永远活命的所在。叫做天堂，这个天堂含迄个民间的信仰无共，迄个佛教讲真涅盘呐，讲伊到西方的时候，底下咧不生不老，袂臭袂烂，袂消风袂失重，人拢总无情绪，拢总啥多么地方，咱像我规个白色安尼。有人讲你伫遐享受无几年轮回，无。圣经讲，咱是遐是永远徛起的所在，天白的家。若照着迄个启示录讲看，讲遐是用黄金铺
土的道路。哎呀，遐个厝是用这个金甲各种的宝石，其实呢，真正意思毋是安尼，真正意思讲，咱人间内底吼，上水的就是上水的，上美丽，搁上珍贵的，就是遐个金银甲宝石嘛，是毋是安尼？遐个玛瑙这物件，意思讲，咱伫天顶所徛起的所在，是上帝为咱备办是真水的所在。所以保罗先生拄伫咱启文讲啥？讲是咱目睭袂捌看见的，是咱的耳孔袂捌听见的，连咱心内安怎想拢想袂到的，就对啦。安了解吼？所以伫天顶是极其的好，这是咱伫遐的好所在。第三，咱伫天顶要创啥咧？伫遐活遐久，都无代志做啥？圣经讲咱伫遐咧讹乐吟诗，讹乐上帝。我朋友老讲，你去天顶，逐日踮遐唱，唱拢袂喙焦，唱啊袂仙哦。我讲毋是安尼啦，因为圣经讲的物件是上顶得的啦，上顶得的意思讲，譬如的啦，咱若讲到这上顶，咱台湾人才知影，你捌看歌戏无？歌戏有一人摕一个锤啊，摕一个叉，摕一个腿啊啦，腿顶面有咻的遐，迄啥物意思？骑马啦，对不对？我心骑白马，对不对？我可能讲创啥？加一个锤啊，踮遐舞狮杯，好是舞狮杯啊！你家看得紧张，伊安尼咧，那安尼则千军万马啊，对不对？两个人千军万马，大家看足紧张，我看，油梨花，这种依山倒海含梨花，我依山倒海，其实咧是三支锤踮遐舞来舞去尔，对不对？踮遐舞是创啥咧？咱知影这是上顶，这上顶这意思，咱知影吼？了解哦？咱就是千军万马啦。譬如讲，咱过年时，请问你有搭船啊无？搭船啊？嘿啦，船啊无写一个福倒饼，是咱搭倒饼，就是讲天官赐福，天顶咱倒落来啦，对无啦？好，对不？有搭满无？满拢搭伫对？米红啦，春呢？春带伫啥？春天的春拢下伫迄个碗厨菜厨啦。就讲你菜厨，恁兜逐年即年吼，所有的菜拢食有春啦。安尼米拢满开啦，安了解吼？开工大吉的，就迄个啥鸡汤啊啦，吼，是迄个烘切鸡啊，迄个开工大吉啦。六畜兴旺呢？猪条牛条啦。阮小弟拢自从个满，拢大啖迄个大啖油汤。我老爸讲，你这创啥啦？开工大吉，大啖阮爸爸的房间。六畜兴旺，阮大啖阮的房间啦。我老爸讲，你是创啥大猪条？你大家，讲你讲叫我小啃。这是上顶得的啦，喺天顶咧唱歌吟诗是上顶得的，意思讲，咱人若欢喜的时阵会哭死啊袂？咱若欢喜甲足欢喜的时阵，请问你若欢喜的时，你会目头甲吐开安尼袂？绝对袂嘛。所以人上大的欢喜拢会唱歌嘛，是不是安尼？唱歌嘛。人的所有的言语上水的是啥？上诗嘛，诗歌嘛。诗歌个毋但是念诗歌，个会使互相个咱唱出来。意思讲，咱伫天顶，咱人毋是自私的，咱人是极其含上帝真正的亲近。所以亲近到吼，这关系遮尔亲，咱会当啥？用吟诗唱歌来讹了上帝。这是大欢喜的代志，而且是唱歌永远无煞，就讲好欢喜甲不知欢喜的意思啦。咱所有伫地面上的快乐哦，拢暂时的，对不对？请问啊你，这少年咧打电动会欢喜袂？欢喜到电动，即摆电动打了是目睭涩看无头晕目暗，困的时佫想着这安尼戆戆说，会快乐袂？袂快乐啊！看电视看了足欢喜的看到安尼但是电视用的是目睭用的是。人足虚伪的，足空虚的啦。但是伫天顶的快乐是永远的，是大欢喜的，是阿拉上帝甲上帝有一真亲密的关系，甲人呢做伙相甲也有真亲密的关系。
这就是圣经给咱讲解释的，叫做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这个永远的活命含这个咱的民间宗教所有信仰拢无，因为台湾民间宗，我就带阮大哥啊传福音嘛。阮大哥阮大哥伊食菜食要60担啦。伊定拢放袂落，我讲无要紧啦，你若要放袂落你以后念迄，伊拢念迄南无阿弥陀佛咯。我讲你改念做南无耶稣基督阿门。伊讲开安尼念的，我讲南无就是顶礼嘛，敬拜嘛。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是啥？叫做无量寿，听过无？阿弥陀是迄个印度语啦，伊的正啊翻做咱的白话叫做无量寿啦。无量寿啥意思？就是永远的活命嘛。我就是咧顶礼要敬拜迄个永远的活命，迄个佛的意思用即个显觉，伊个觉者，伊互我了解真正的活命。好，我就要来学乐伊敬拜。这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啦。我就讲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世间历史都无这个人，无这个人啊，迄人想出来啊。但是耶稣要收赎咱的是，伊为咱的罪来死，佮为十字架的下面迄种下伫墓内，佮落阴府。但是伊第3天对死人中佮活，伊永远的活，伊才是真正的阿弥陀。你听有无？耶稣才是真正的阿弥陀啦。所以你要念迄个南无阿弥陀佛，你该念南无耶稣基督阿门。因为啥叫阿门？素面呢？我唔是无素面啦，迄是你在讲的啦。什么阿门素面？我阿门的意思讲，我诚心所愿，我要求主求耶稣来救我，互我得到永远的活命。了解吼？所以咧，其实在佛教咧念迄个南无阿弥陀佛，意思是真正咧要求讲，天父上帝啊，有一个永远活命的上帝啊，收拾我永远的活命啦。了解吼？所以伫台湾的佛教，若是要做众生的时，大部分拢是净土宗的。净土宗那种叫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其实咧，心内是咧话讲，有永远的活命无啦？你也错法去啦，互我去西方啦。但是到西方呢，就爱修，是不是爱修？对不对？你食无3日菜，就要受西方。你3两人讲4两话，较有可能咧，咱修会好咧。我迄日看一个电视中国电视，80几岁人。因两个，伊一个人对人足有温情的。伊伫迄落读个初中甲高中的时因一个同学即个迄颔棍定伊袂当洗这颔棍伊大洗6年呢，到尾伊去到尾因分开去做工课时迄个人无钱，因厝人强要死，伊嘛足善的，伊个寄40块的人民票去互伊。迄个人足感动的，伊到尾伊有出处的时身体好的时，伊去美国啊，你后咧找这人，讲伊找20几年找到的是伫咧电视安尼讲的时阵就讲你敢会记得你较早打一个同学洗颔棍洗5、6年，伊讲我袂记得啊。你搁来寄40块互伊，但救因一家一命有无？讲我袂记得啊。这个人算真好啊，对不对？伊所替人做的好代拢袂记了。你有一个好朋友啥嘛？这个我足人替伊做的拢足感恩的。请问这人有好无？好啊！但是人讲你是足好的人，我足钦慕足感动的。但这80几岁人足高谦讲，无啦，我无好啦，我足侪歹的意念，我袂肯定。所以你看，遮好的人，伊迄伫讲用下骹的人安尼，真清人拢好讲，讲好，看你是真正法。但是这人真谦卑，讲我实在袂肯定啊。遮尔好人都袂肯定，咱较有可能咧。所以，咱毋是要修，是咱要来领受，因为耶稣基督互咱这个好的礼物含工资无共啦。工资是你做工课，我互你薪水嘛，对不对？迄落迄奖品是啥？就是你表现比别人较好，我互你额外的奖品。但是咧，基督教的信仰毋是奖品，嘛毋是工资薪水，是上帝白白的好物，叫做礼物，要互咱的。咱三个来祈祷。
主，阮求你施了恩典帮助阮，会当来认捌真理，因为你要赏赐阮永远的活命。主啊，阮真渴望、真意爱，你就用永远的活命赏赐予阮，互阮来接受耶稣做阮的救主。主，阮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这种把握，你已经就用活命赏赐予阮，阮愿肯接受。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